古开天。传统了三个杨振英呐，各大强呀。走出来唱出了让我呀同民心呐。你跳出来，满天金呐，踏死发米呀，发过音呐，三个黑来，代代唱莫去呀，莫骂啊，王夫一心呐。哇，前有原味嘅羅山歌，還有李元香先生帶來嘅哦，歡迎先生。你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李元香。哦，先生，當難得咯，如果就個看到你來節目當中唱歌啊，從愛就當愛聽你唱咧羅山歌，真經當好聽。你一擺你創作嘅歌詞當唱係你倆要產生法，嘅你係寫進嗬，介紹一下你創作你係歌詞嘅樣板創作出來嘅。你擺為寫你嘅歌詞是講，因為係傳統山歌嘛。所以傳統山歌一聽哦，要跳擺老前輩嗰度唱嘅，嗰種係梅托，嚇，嗰種梅托去唱出來。所以你冇見去改良睇，嚇，然後跳擺老山歌咧改良到現代，按照山歌唔山歌，流行歌又唔流行歌，就變質起去。所以我希望講，你傳統嘅山歌永久落去流傳下去，樣嘢。哦，所以先生嘅意思就係、你可能行硬講哦，嗬、對你係傳統嘅東西就係堅持講，我哋係勉強嘅東西，莫改來改去，咁彈起來就失真，係咁嘅意思嗎？
也錯啦，嗯因為已經改嘅時節，大家三台演落嚟，應該上嗰啲客家傳統全部睇，為是傳意啊，所以呢熱天最大範圍來保存下來。好，所以就希望講尊崇嘅講係咧創作歌詞，唔講原本山歌嘅東西冇改變。錯，強調冇改變。咁今日就教學生咧，嗬，咁教學生除咗教佢哋唱歌之外啊，你係咪教佢哋寫歌詞嗎？我都有個長途啦，其實寫歌詞唔係講按簡單嘅東西，嚇，唔係跳擺老千輩啊，嚇，你要唱埋歌詞，佢水橋能叫唱出來對，但係你下個人才可能簽唔到咧，所以你下寫歌詞沒有多少靈感咧，嚇，唔係講喺面寫埋歌詞，馬上你寫出來，可能要氣氛，有個靈感嘅時節。你個歌詞寫出來就會有個意思。唔好講頭天一句，然後後邊一句對唔到，個寫歌詞是比較含冇按法理啦。咁講到靈感嘛，嗬，你係種你係當忽然嘅東西呢，可能已經你一下想到出嚟實實撈嘅記起來，喺按樣輕易咁就發圖講，你想到嘛，就實實撈嘅寫起來啊，然後係講轉型就唔記得咧，咁樣嘅啥？梗係哦，你係講細個嘅東西，歌詞，你比講你一想到，你實實撈記下來，你個體咧第上批種事情哦，可能該做。而家會當大上呢，係講頭先想嘅，個當河冇攞嘅記起來，一下一面唔記得愛唱嘅些就冇歌詞，而家當難哦。係啊，所以作詞非常難嘅東西。喺啱啱才咧線上聖誕啊，我就看到你係千錘百煉嘅咧學習，喺個期間呢教學嘅進訓啊，喺線上。接下來，你係帶來乜嘅歌曲？羅山歌唱歌咧，頭先就唱片版。該接下來我就啲就係山歌子咯。帶來一首山歌子哈。好，是問先生哦。接下來就來欣賞荷塘嘅山歌子。家了。